嘉义县海口乡是一座好老化的客家庄，居民其实有一半国家是汉人咯。3年多前，海口乡开始请转客家认同，成立为客家文化馆。不过偷偷被汉本当地的民众踢馆咯，讲业界的乃有汉人咯。也多年下来，客家文化开始上进，过多年也过好讲到自家是客家系的。最近乡亲还请来驻村艺术家打造客家形象精彩一条街，在海口路街作为106只造型无穷样的形象，打造后背留有无穷样的故事，上了许多人的注意。接下来我们去海口来看一只好老化的客家庄，用来请转客家认同。呀吼，俺哋呀剪的布嘿客家布，呀客家布吼，如以前俺哋讲的晚些时节啦，讲呀差不多皮蛋布啦，吼啊，今讲俺哋也拿出来做来做客家布，来做拼贴来叠，吼叠安尼灯的啦，吼棉花路口的做的灯的个叠。剪下花布叠到灯的方，木吉吉就变做一件讲的艺术品。叠呀花布吼，先对。看爱叠呢，就会先对摆好来。那摆好的时间吼，你对叠上去，因为啊花布吼，嗰个叠，古说讲吼，国家地跟捏的啊，他们都会胶，先国家地啊。一道灯的木马贴片，本来学到得挺模样，经过贴片处理，看来动大年。其实唔单枪喺灯呢，还一道讲形象，咩用发布叠的，再染动浆的海螺角同自染奶，搭建作品最经过设计贴片艺术品。海口乡公所为了打造客家特色路街，请艺术家听诉民众，将店家特色融入形象。这个现象也算是带动我们溪口乡一个新的观光景点啊！哈，有很多的民众因为得知我们溪口乡在推动这个客家信箱精彩一条街之后，好多外地的民众都跑来我们溪口乡，就到处拍照，哇，好漂亮的信箱，你们怎么做的？然后怎么去完成它的？也拜访俺们做个信箱，迄俺们有个艺术史给做啊，因为每等人的做的部门都无一样，啊，不过俺们做系用客家花布，因为客家花布可以表现讲俺们客家人，吼，以前也都客家的村庄。海口乡喺嘉义县18乡镇地度清晰平地乡，明朝每年喺松甲水所在，这样时少一般客家居民喺行业，沙头利一下100年前，每做清朝每年同日本苏维时期好老化。一般来讲，行业对南中华到嘉南平洋嘅好老化过程，单只有福建人同广东人相争，抗议客家身份嘅历史轨迹。不过海口并无按样历史发展，对一下海口好老化过程嘅历史讲法，单做係贸易嘅发展，因为好老化同嘉南平洋係主流。因为从小生长的环境就是国语啊、台湾话啊、闽南语话这样子，所以一开始听老爸说，你是客家人，说我很讶异，说为什么突然说我是客家人？我长到20岁才告诉我是客家人。原来我深入去了解之后才发现，我们溪口乡有5%，就是近60%的民众都是客家人，但是我们已经腐老化了。怎么去判定溪口乡大概有多少客家人呢？那简单的讲，我们可以从那个油东村，然后下来西东村，包括整个溪口街，然后再下来到那个南靖厝这边画一条线，包括这一条线以东的，全部都是客家。按照客家认同，海口係對3年前的前影響種稀釋。土家醫院雖然對講好老化，不過佢發現海口對擺夜到飲食、老附近的好老種無嘛共樣。溪口乡到底跟客家渊源在哪里？如果印证说你是客家人，除了从我们祖先的祖籍来看以外，我们可以从我们传统的祭祀方面，或者是说我们的建筑，或者是一些我们的饮食，你去发现之后，然后尤其是我经由这边去听的时候，我就问我同学外地的同学说，你们有没有吃这个东西？比如说藕收啊，他们说什么是藕收？我觉得原来是我们溪口乡有在吃哦，为什么邻近的偏偏是嘉义县的同学他们会不知道？
小青镇也特别做切题2年，海口乡对幼稚园到国中当认真讨学客话。我对8年代来接业學教的多一下，吼，教學語多一下，我感覺到是學生嘅對學語，佢有興趣來學也到，因為已經提講，喺一擺出去3飛嘅時間，要多一種語言，一禮拜當學40分鐘課，吼，安尼總共差不多一學期來，差不多20節課，吼，已經有法度講來唱歌嘅，來念，來表演童謠。海口透過深客家母體記憶，體譜係同民國98年尾先成立客家文化館，嗰陣時還有鄉民爭議，講也特別讓我有行人咯。2-3年來，也鄉民去到外莊，顛倒不老騙人講，自家係好落下。鄉民其實對這個部分的認同度並不是很夠，原因就是我們在開館以後，有很多的鄉民是進來抱持是踢館的這個的狀況。那後來我們在這個鄉民在經過這個館員大的耐心的這樣子的引導之下，然後包括信仰的部分，那鄉民到最後呢，也能夠被說服，然後很滿意的出去這樣。從我們這個舊衛生所改成客家文化館開始呢，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就是西東村應當要配合鄉裡面的政策，來推動我們客家文化，還有客家文化的認識。以前這一條老街呢，就是客家文化，有客家文化的特色。這順頭也特別係市場，海口老街就同鬧熱市場地度。800年前，海口最後一條主要大路天天，米店、雜貨店、麥店主要，也特別搭在線上就講電視發生過的故事。那時候這個商店都很集中，從1號到98號，差不多有200米。那時候那個有牛車店啦，還有那個農機的牛犁店啦，還有鐵店啦。所以我們這邊西口老街以前就很繁華。我們一開始在推動，其實真的有困難了哈，因為我們不斷的在社區裡面，我們不斷的跟社區民眾開會，我們不斷告訴他們說，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因為我不希望說做出來的東西就像工廠出廠的啊，統一出貨，然後每個都一樣，每個都很漂亮。其實做出來那個東西只有外觀好看，只是它沒有生命力。我希望社區民眾他們是在信箱上陳述他們過往的歷史。所以說，你看這個信箱，你就會看到這一戶人家他是做什麼的，他的職業是什麼。一間店的客人呢，屋主本來喺度新竹，民國72年嫁過來海口，本單講到動物了客話，拖一隻河洛話裝頭，客話主位唔記得咧。冇想到海口也竟然3萬推廣客家文化，由開始有機會講客話嘅。你啊，信箱嘛係客家文化推廣嘅，係啊，這樣子就是介紹我嘅勝利啊，係啊，我就客人然後打手勢啊，所以我嘅信箱是做嗰種係，有嗰種係標誌啊樣，係啊。咁睇見唔知道安尼信箱做好過後，對你生意，因為當到你可能較成千呢度而家你樣係嘛？就當到因懊惱啦，講安樣請假。也係種茶嘅，也係便利商店，也海口鐵山椒餅，還有賣點心咩，也得做喺駐村藝術家設計嘅，除在林秀美先生做發布拼碟，還有幾個釀奶彩繪藝術家。小的時候就喜歡看那些漂漂亮亮有顏色的東西，然後覺得很特別，可以變出不一樣的形狀。只是小時候只有黏土，沒有色彩。後來因為去學習之後才知道有很多元素可以造成不一樣的東西，像海底世界啊。
一时一时的悠悠的做，76年次的刘先生喺蔡天爷大学毕业过后去考证照，当认真的天书故乡创造美景。比如讲，佢做警察局形象，先翕相，故事的主角喺警察做反面，当个还带动书卡脚卡。回家之后，我就看着照片，依着比例模仿出来。之后捏完之后上颜色、上眼睛，还有警察抓着小偷的时候，犯人的脚上有带着脚镣，还有那颗铁球，这样才能象征我们警察能够抓小偷的那个正义感。一间百年汉药店喺当到戏剧来翕片的创业场景，加个欣赏买刘先生的作品，为了做到行家枪，将贴片买汉药全部卡。它的屋檐啊，我们是用那种树木雕刻这种树纹下去做，还有它的颜色比较复古的颜色，还有砖块也是用有点老旧看，上完油彩之后会觉得旧旧的那种复古老店的由来。在这个老街上面的话，我们有一个100年的张继生的中药店。这家中药店它本身呢就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那它的这个位置点刚好在我们的溪口老街。那它很难得是它的这个地板的部分都维持原貌。从这个信箱上面的话，它就有很多利用这个中药，还有利用这个老街的特殊的这个红砖所铺设，而去打造它的这个信箱的故事。另外嘅驻村艺术家吴义芳喺刘先生嘅身上，兼单枪天书邮局同户政事务所，亦到政府相关机构做线上，要同一道店家天书，清出发展嘅后辈是发生过嘅故事。当初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想说户政哦，这2个字就是听起来，哎，你要怎么来表现这个东西啊？像后来我们想一想说，那干脆就做一对新人嘛，因为现在我们要鼓励人家结婚生育啊，而且还蛮喜气的，因为我们结合那个是红色的嘛。这个信箱因为有社区民众亲身的参与，所以这个信箱不但有故事，它还是有生命力，它是有感情的。所以如果说外地的民众来看到这个信箱的时候，哎。那一间屋子的主人，他还可以告诉他们说，我如果制作这个信箱，这个信箱代表是我们家什么样的意义。所以，我们溪口乡的精彩一条街的信箱，它是有生命力的，它是有故事性的，它是充满感情的。这也是我们在不断推动客语文化上面，我们很希望去做到的，就是我们的文化它是有生命力，它是有渲染力。我们现在成立一个客家舞蹈团，还有一个土防舞班，有2个班队，想要来推动这个客家文化，配合客家文化馆来办理活动。想要亲转客家认同，除了一只现象含啦，文史工作者建议，下一步要做海口的长期历史文化调查，还要做村庄史打好基础。老年人他有很珍贵的那个历史记忆，这些东西在消失，在流失很快，你会看到这个一去就没有办法复回的，然后历史的消失很快，所以我是觉得要尽快的赶快去做那个口述历史的工作，然后扎扎实实的，这样我们才可以去探究我们的客家的文化根源，用一种让他们亲身去感受的方式，让他们体认，原来客家文化我们的根是这样，然后慢慢的也得到越来越多乡内的民众的认同，然后大家也都很积极、很努力的到处告诉人家说我是客家人。对于每讲客话都亲转客家认同，海口乡希望一步步的建立客家新故乡。也看到一只河洛花社乡镇，地方政府และ民眾當出現的青年頭，三馬傳承客家文化，做得上得到下一代下個記得自家的行業。